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6月27号，这一期啊，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，还有胡一进老师啊。今天胡适啊，冲高回落啊，三大指数啊涨跌不一。截至收盘，沪指跌0.7%，深成指涨0.34%，创业板指数涨0.47%啊。沪指啊一家下跌啊，其他的都在涨。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.54万亿，较上个交易日啊缩量400亿。个股啊涨多跌少，全市场3300只股票上涨，不到2000只啊股票在下跌。市场热点啊比较杂乱，恐怕大家也知道了啊。沪指啊指数跌了0.7%，但是啊上涨的家数，上涨的股票很多，这是猜都能猜到什么原因啊？那就是银行股啊回调，或者说银行股集体杀跌，市值已超过10万亿的银行股成为压制市场的主要板块，而银行股啊主要是在沪市啊，所以你看沪市跌了0.7%，而这个创业板、深成指都是涨的。午后啊 ，A 股的银行板块持续下挫，青岛银行、杭州银行、厦门银行、江苏银行、重庆银行一度均跌超4%，南京银行、中信银行、招商银行、农业银行等跌幅一度超3%，银行指数啊跌幅一度接近3%。农业银行、工商银行、中国银行、招商银行，他们的下跌啊，对上证指数跌幅影响最大。当然呢，随着银行股下跌啊，这个中国石油、长江电力啊这些也在下跌。那今天为什么啊这个银行股啊会下跌，对吧？这个上3400点，银行股可是功臣啊，对吧？已经被拉冒烟了。为什么上了3400点，银行股会率先下跌、率先回调？我看网上有人报道啊，说某大型机构在其股东大会上表示啊，过去1年公司持续加大高分红股票配置，高分红资产配置比例已占2级权益投资总持仓30%左右。高分红啊，那就主要是这个银行股，还有这个什么中国石油啊、长江电力这些。这个大型机构啊，他说投资团队正在持续加大深度研究和投资科创板企业，也就是说啊，以前是投银行，重点是买这些高分红的。那现在呢，他重心转移，要投这个科创企业。好，对此啊，这个市场解读为高分红配置已经结束，开始转向科技股。说因此，今天以银行为首的红利股开始了调整，而成长股则相对强势。这个有人说啊，就是网上有人分析说，从统计上看，最近每个月末银行股表现都不太好。今年2月底银行股连续调整，3月底亦相对弱势，4月30日更是大跌超2%，5月23日之后也有一波调整，说月末效应可能是银行股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。银行股持续拉升，并对其他板块构成了一定的资金压力，市场也担心这个板块拥挤程度。有人说啊，券商中国啊，他分析啊，银行股的存量持仓明显吸售，说得益于板块依然是估值最便宜的1级行业，且上涨逻辑越来越清晰。目前市场逐步认可银行业的基本面重大风险底线确立，同时资金面的红利高息股、被动基金扩容、主动基金欠配等逻辑轮番推动银行股上涨。说险资等绝对收益机构依然面临严峻的资产荒压力，对于基本面及分红稳定的银行股处于持续增持周期啊。总之啊，这银行股还要涨。那么银行的牛市行情是否就此终结呢？过去2年多时间，银行虽然走牛，但10%左右的调整也经常出现。单日调整可能并不能代表银行的行情已经结束。目前5大国有行 A 股平均股息率仍在4%以上。总之啊，这个券商认为啊，银行股的行情还没有结束啊。今天这个调整呢，是什么受月末因素影响等等啊。实际上啊，我认为今天银行股大跌的原因不是这个，而是我们经常说的纸已经包不住火了。你今天不跌，那你明天跌，明天不跌，后天跌，总有一天啊，你要下跌。你越往后拖啊，那下跌的这个惨烈程度，对吧？就越这个难以想象。为什么呢？昨天下午
审计署啊发布了一个审计工作报告，这是审计署说的啊，部分银行存在掩盖不良资产、违规放贷拦储等情况。根据21财经报道说，近日审计署发布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，显示，这是审计署说啊，多家金融机构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存在违规操作，其中2家政策行以及3家地方中小银行通过不下调不良、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违规掩盖不良资产，合计超过500亿元。这是国家审计署说的，那不是咱们造谣啊，不是咱们唱空。这个经常看我节目的知道，我一直说啊，这银行股啊，这个银行的上市公司，它跟那个其他的上市公司它不一样，对吧？其他的上市公司，反正你就是生产产品卖吧，对吧？你生产汽车你卖。就像那个小米一样，他那个叫什么？那新车一上市，1分钟还是3分钟啊，卖出几十万辆。反正到时候审计的时候得看你，对吧？你有没有生产那么多车，对吧？你进了多少原料，你生产了多少车，你卖出去多少，你库存还有多少？这个东西你比较好去这个审计。但是银行的不一样啊，银行的那个利润、那个调节，对吧？那个掩盖手段太多啊。刚才审计署说了，对吧？不下调不良，调整还款计划，就是明明啊，这个企业或者这个买房子的人，他已经对吧失业了，他已经现金流断了，他还不起贷款，这个应该是不良了。但是通过调整还款计划，对吧？你只要还利息啊，1个月还100，给你还2年，对吧？2年以后你再开始还，你这2年里面每个月就还100块钱，还个利息，这笔贷款它就不叫不良。实际上2年以后这个人还是还不起，他把这些贷款推到2年以后再说。这个就是审计署公布的啊，是不是跟咱们平时说的完全一致啊？违规掩盖不良资产合计超500亿，这个还是抓住几个小银行啊。根据战狼定律啊，对吧？审计署所说的这种现象，难道真的只有这2-3个银行有吗？这个不都是潜规则吗？审计署披露啊，此次重点审计的2家政策性银行和3家国有保险公司，还审计了7家商业银行金融政策落实情况。除不良资产问题外，7家商业银行在房地产融资、账户监管等领域亦存在漏洞，其中209亿元违规房贷流向市政不全项目，247亿元涉及叫涉重集资风险外溢。这就是我以前说的啊，这个银行啊，它账面上宣布啊，它涉房贷款是多少，实际上那个只能参考。银行大量的钱通过其他渠道进入了房地产行业，这些违规进入了房地产行业这些钱呢，的风险都是暴露的啊，因为它不可能有什么抵押。有什么这个叫风控措施啊，或者叫风控措施不会太强，不会太足额，而这些钱，对吧？随着房企暴雷，这个钱是打了水漂啊。所以我们不要看那银行自己公布的财报说，我这个涉房贷款只占8%、4%，你也不要看银行自己公布的那个不良率。说此外，报告还指出，部分部门和所属单位在活动中存在乱收费、乱摊派行为，金额合计1.88亿元。例如，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北京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2018年以来，联合2家省分行强制要求5655家商业银行网点参评服务达标认证，并收费3152万元，也就是央行啊薅这个下面商业银行的羊毛，对吧？要他们强制认证，不认证你各项评比就你没资格参加，认证就得交费啊！这个可是审计署啊揭开了啊银行的这个红盖头的一点点，可以说啊给银行业敲响了警钟。我是一直相信啊，纸包不住火的啊！你现在可以修饰，对吧？你把这个往后延长没关系。你明年能掩盖，那后年还能掩盖吗？对吧？越往后啊，你爆的雷就越大呀，越往后爆雷损失越大啊！今天啊，这个沪市啊又迎来了叫众神归位啊！今天不知道为啥突然那个带马的个股啊，就是那个名字里面带马的都在涨停。6月27日午后，市场再现炒生肖行情，多只带马字个股大涨。豫马科技、云中马尾盘双涨停，三阳马此前涨停，天马新材、万里马涨超10%，野马电池、威马农机、万马科技、福龙马等跟涨，群魔乱舞啊！就这个市场，他说他也走牛，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啊！就这么一群都是赌徒啊！这个炒生肖还提前了，我记得以往炒生肖不是年底吗？居然炒生肖啊！今天是马年是吗？带马的都涨停。这种胡适啊，这种参与者，就给人典型的感觉就是8到15岁的，
就是很难有什么理性的什么投资者，那完全是开玩笑，这个能叫理性吗？按这个逻辑，明天啊，那个什么董事长属马的恐怕也要涨了啊，过几天恐怕就是炒那个别的生肖，你说这都叫什么事？然后这些金融消费者天天哭死哭活的，还要保护他。这个财政部公布啊，1到5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6515亿元，同比下降2.8%。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，1到5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0.1%，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.8%。1到5月，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328063亿元，同比下降0.1%。1到5月，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6515亿元，同比下降2.8%，都是下降啊，利润也是在下降的。怎么会有牛市呢？哪来的牛市啊？咱们一直说啊，沪市为什么能够稳在3300点、3400点，也不是让这个金融消费者啊去赌的，去炒什么生肖，本质目的是为了 IPO， 为了给一级市场解套，对吧？所以说二级市场这些赌徒啊，多做点贡献。6月 A 股 IPO 受理迎小高峰，上半年超100家公司赶考。进入6月，沪深交易所 IPO 受理显著升温，北交所上市受理数量进一步增加。6月26日晚，3大交易所集中受理18家公司上市申请，18把镰刀啊，集体上市啊。据初步统计，截至6月26日晚，沪深北3大交易所今年上半年合计新受理拟上市企业113家，其中6月新受理企业数量86家，较5月环比增长超4倍。5月3大交易所合计受理企业数量为16家，跑步上市啊，跑步 IPO 啊 ，IPO 开闸，稳在3300、3400，目的是什么？对吧？得容许这些人要上市，人家很多大佬在里面，他要退出啊，很多有权有势的啊，他们早就在一级市场布局了，投进去了，你不让人家上市，人怎么退出呢？对吧？他们要把这个股票啊，要到二级市场卖给这些金融消费者，这些赌博的，他们不喜欢吗？关于沪市啊，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炒股的博主啊，好像叫老王，我看他说的还挺好，大家看视频啊。千万不要想着在股市里面发财啊！在这个市场当中，说句实话，发财是不大可能的。如果说这个市场它能够让我们发财，我说句实话，你连开户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曾经啊想了很多的办法。比如说这个主力怎么去建仓的，这个主力该怎么切换呢？这个市场它的这个板块切换呢，还有这个情绪啊，包括这个打板呢，包括这个价值啊，我研究过太多了。我也不知道说是我压根在市场里面没有天赋啊，还是说我在这市场里面压根就不适合我。反正呢，很少有成功的案例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平时呢，你要喝一杯奶茶吧，20-30块钱，你都不舍得，真的。但是你到这个炒股当中，你看。一天亏个2-3千、2-3万，甚至有的资金稍微大一点，一天亏个10几万。有时候行情股灾来了，真的你闭眼亏，真的是人家说闭眼赚，你是闭眼亏，你咋玩呢？亏的时候是大把的亏啊。我们再来算一个账啊，就是你看一下，一个股票100块，它跌10%是多少钱？是90块，对不对？然后你90块再涨10%，是不是99块啊？也就是说，跌10%到涨10%，你的1块钱就这样没了。这是对于那些好的公司，起码它还能涨回去，对不对？那要是对于那些不好的公司，或者说那些泡沫的公司，你想一下有多可怕了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很多人啊，腰斩之后你需要翻倍才能赚回来？你对于不好的公司，你翻得了倍吗？或许那个高点就是它历史的高点，你唯独一条路才能活下来，那就是你割肉。你不舍得割肉，你只会亏得更多。这个画面已经在这个市场上不知道上演多少次了，而且有多少次人呢？因为这么一个数学题亏了大钱，真的正应了那一句话啊，生活当中缝缝补补，奶茶都不舍得买，那股市里面真的是挥金如土啊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差异呢？那还不是因为奶茶你买了喝了，这个钱就没了这件事，对吧？结果你已经预想到了。跟那股票不一样，你买了亏了，你觉得它能再翻身再赚回来，所以说你觉得有赚的这种可能性，所以说这个结果是不确定性的，所以说你有这种侥幸心理，仅此而已。所以从而导致你奶茶不舍得喝，你股票舍得使劲的买。有些人还老喜欢买一些垃圾股，总是他觉得垃圾股涨上去的空间，万一公司困境反转了怎么样？你看都在幻想。你把你的命运交到别的一个不认识的人手里，你真牛逼。我看很多人还喜欢去买彩票，你看一下这个彩票，为什么
他不是在开讲之前截止，而是中间还要隔个半个小时。为什么？你想一下，他为什么中间还要隔个半个小时？这半个小时他在干啥？对不对？那股票就更夸张了。你在后台你买的任何东西，我跟你讲，就算是那些券商公司啊，一个个的都在后面盯着你，看着你，你做的任何动作，他实时就看到了。你怎么玩，兄弟？我就问你，你怎么玩？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？有些人他是不遵守这个规则的，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处罚，他不需要遵守规则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所以说这种东西啊，真的有害无益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你要真的来了这个市场，一定要把心态调整好，是吧？娱乐为主，以娱乐的心态，知道吧？能赚就赚一点，不能赚咱们就玩玩，你就当玩玩了。千万不要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发财致富的地方啊！平时呢，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啊，那一种才是真的是稳赚不赔，你知道吧？不然的话，你要是但凡有着这种市场像暴发户一样发财的这种心态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就走不远。我可以现在就立马预测你的未来的结局，你真的，对吧？如果炒股能够稳赚不赔，那散户啊，你要去开户，你得托人，对吧？你得找关系，开户你都开不上。如果你要炒股的话，对吧？你要端正心态，摆正位置，就是娱乐去了啊，就是炒着玩，就是去消费的，就是去做贡献的。如果你能把心态调成这样，你就可以去玩，对吧？就是为国做贡献。当然了，也为那些贪官做贡献，对吧？那江苏前证监局局长在这个企业上市之前突击入股，对吧？一上市，然后他就抛，轻轻松松啊。赚1个亿，一个小目标对他来说，对吧？实现一个小目标太容易了。哎，这个就是王老板说的啊，先立一个小目标。哎，牛马呀，对吧？对小目标是可望不可及啊，望洋兴叹。但是你说对这些人来说，那小目标呢，真的就叫小目标。IPO 之前买一点，对吧？一上市之后他抛掉，到手，这钱是谁的呢？不就是韭菜的吗？不就是金融消费者的吗？人家把钱收走了，把筹码给你了，你爱怎么玩吧。如果你要珍惜你的钱，对吧？你的钱来之不易，都是拿身体啊换来的，每天8小时、10个小时去耗身体，真的都是窝囊废，对吧？不是像那个赚小目标那么容易。你要珍惜你的这个汗水啊换来的钱，那你就不要去玩。最后我们再看看啊，这个胡锡进老师啊，他炒股接近于啊拿70万去玩这种心态。当然了，他也说了啊，他也是赔的太多，他心里也不舒服。但是他仅仅是心里不舒服啊，他就感觉面子，对吧？丢了，脸上无光。他这70万就是全没了，一点都不影响胡锡进老师生活啊。所以说他接近于拿70万来消费。今天啊，胡锡进老师啊，他对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称特朗普爸爸的这个非常感兴趣。胡锡进认为啊，这个吕特称特朗普爸爸，让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空前尴尬，威信扫地，他是欧洲衰落的象征。我倒是觉得胡锡进老师啊，有点过度解读啊。这个东方大国啊，自古以来啊，对这种政治人物，对吧？或者你比如说吧，咱们说朝鲜吧，对吧？政治人物那都是一本正经，非常刻板啊，要端庄啊，要这样要那样，一丝不苟。但是反过来，你看美西方啊，现在这个领导人呢，都越来越这个叫亲民，或者叫什么，越来越平民化，越来越娱乐化。就是这领导人本人也是不正经不着调，这个西方这老百姓呢也是不正经不着调，所以说啊，他们选的这个领导人就越来越这个，反正跟东方啊，跟这个朝鲜那完全是两种样子。所以说东方的这些人呐，媒体人或者是这些评论的人，对吧？以他那个受的教育啊和他那个心态去看待这个吕特啊，叫这个特朗普爸爸，就是或者就这么在那个语境里面啊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理解不了，他认为这个那就是丢面子，那就是天大的事啊。实际上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调侃，对吧？一个玩笑。你敢调侃那个司令官吗？对吧？弄得不好叫犬决，对吧？要么就炮决。你看那个朝鲜的人，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啊，你要见到司令官都是毕恭毕敬，对吧？两股站还不能站直了，然后尿不湿的穿大号的，害怕呀，你还敢开玩笑啊？但是你看这个美西方啊，对吧？领导人之间那就是互相开玩笑调侃，很轻松啊，对吧？气氛很轻松啊。大家还记得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，应该是俄罗斯的那个情报头子啊，什么叫纳雷什金吧？普京问他啊，你支不支持攻打乌克兰，就是开战？结果那哥们在那吓得哆哆嗦嗦，讲话都讲不利索。你想，那情报总局局长那都是对吧？刽子手、杀人不眨眼的这种角色啊，哎，跟普京说话都说不利索啊，都答非所问呐。我想这个镜头啊，这个当时还是电视直播嘛，很多人都看过。而你看这个美西方这领导人啊，他都已经
对吧？你比如说那个好像是北欧的那些国家，选了很多女的首相、总理啊，我这记得不太清楚了啊，这是丹麦还是挪威啊，还是什么那些小国家选的总理女的，对吧？白天是在总理府上班，晚上还去那个什么酒吧还去嗨一下，不都挺好的吗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，他们之间开会，然后这个下面一群记者，人家是谈笑风生，真的是随便。我认为胡锡进老师应该羡慕这种气氛，对吧？至于他说了个爸爸，这个那有的人在这个对吧急中生智啊，他生出来智不太好，哎，有的人说的不是特别的得体，但恰恰是这种气氛呢很重要啊。这个吕特啊，他是在特朗普说话中间，他插这么一句啊，特朗普说这个以色列和伊朗啊，就像两个小孩打架，对吧？你拉不开，你让他们先打一会儿，打累了你再去拉。哎，这个吕特马上就接了一句，哎，有的时候就像爸爸管孩子啊。这美西方欧洲人呢，对吧？有的人现在没有了，以前的家里一生好几个，那好几个之间也经常打架，那爸爸怎么处理啊？对吧？吕特的意思就是，这有的时候爸爸没办法，就得充当这种恶人呢。狠角色，对吧？说重话让他们住手，对吧？那西方的媒体的记者他也不正经呢，对吧？抓着这个就是开始玩梗，实际上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，对吧？这么一个景象。但是到了这个，由于你长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啊，你就认为这个就是不尊重，对吧？你目无君父啊，所以我觉得胡锡进老师才是真正的，对吧？把领导当父亲，而吕特嘴上说特朗普爸爸，实际上是调侃，反而说明人家是平等自由，对吧？胡锡进老师拿这个当多大的事来，说明他心里那个疙瘩，君父啊。还是那一套啊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也没看到欧洲人说我们受到侮辱了。还有美国那个白宫，他也跟着后面恶搞，搞了个视频。特朗普回到美国啊，人家搞了个视频，叫什么？美国爸爸回家了。人这都是恶搞，我也没看出哪个美国人对这个有意见，说受侮辱了。所以说这种认为他受侮辱，对吧？对这个那个的，那都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下，就是特定的国家。你比如伊朗，对吧？你就不能这么开玩笑。俄罗斯也不行，朝鲜也不行，对吧？你看看不行的国家都是哪些国家？离文明还很远，哎，都有共同的特征啊，对吧？大家如果愿意回忆的话，自己想一想。我记得10年前吧，10几年前，不是流行叫爸爸吗？叫妈妈吗？胡锡进老师难道忘了吗？所以我个人认为，胡锡进老师看到这个梗的时候，应该是羡慕人家那种比较宽松、比较友好的这种气氛。而不是替欧洲人叫屈啊，认为欧洲受到侮辱啊，甚至认为欧洲衰落，是这个牛唇不对马嘴啊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